喺珠海市手頭有100萬咧，就能夠擁有呢一個嘅3房2衛嘅度假式嘅新規住宅啦。我哋先睇下呢個度假式嘅泳池啊，種滿晒呢個東南亞嘅綠植，而且我哋樓下咧就係呢一個健身房以及係會所小朋友嘅兒童私席啦。首期只需要15萬，月供3500蚊，總價100萬就能夠擁有3房2衛85平方，超高得房率，超100%嘅得房率。呢度咧大概係20分鐘可以去翻珠海嘅南屏，同埋20零分鐘咧就去到拱北嘅呢一個位置啦。OK， 而家去睇示範單位，嚟到樣板間85平方，居然能夠做到3房，兼且係2個洗手間，超100%嘅得房率，精裝修交付啊！入戶嘅左手邊咧已經幫你做好咗收納櫃以及係鞋櫃嘅。嗱，我哋睇翻我哋鞋櫃嘅空間咧，容納咧都係相當足夠嘅。右手邊咧就係 U 字型嘅廚房啦，呢度做咗個開放式嘅設計。我哋感受一下85平方，你見佢有咁大嘅一個空間廚房未啊？3件套係採用方太嘅。過翻嚟咧，我哋雪櫃咧就係放咗喺呢個隱藏式嘅空間啦。同樣咧係雙開門大雪櫃嘅空間嚟嘅，所以呢一個容納空間咧係咪絕對足夠啊？右手邊咧就係我哋餐台嘅位置啦。過翻嚟3.7米嘅客廳，你哋感受下呢一個嘅開間，因為呢度係臨時搭建嘅示範單位，我哋陽台未來見到嘅正前方咧就係朝南嘅一個朝向，同樣係睇住我哋小區嘅會所以及係泳池景觀嘅呢一個小高層單位。入翻嚟嘅呢一間嘅書房，其實佢交標嘅時期咧係有我哋嘅實體牆嘅，但係咧成個空間咧去到9到10個平方，隨便你點樣設置為客房，仲有個大飄窗台，一面嘅大玻璃觀景面，朝南都可以望到小區嘅泳池。過翻去咧就係客廁嘅空間啦，所見到嘅都係交樓標準，而且我哋感受下佢成個開間咧，其實係比較充足嘅。咁亦都比較難得見到嘅85平方可以做3房2個洗手間，再過翻嚟咧就係有 L 字型大玻璃面嘅兒童房啦。未來你都可以參照佢做成榻榻米、衣櫃、書台，令到佢活動同埋走動嘅位置咧比較充足嘅。最後過翻嚟咧就係套房帶獨立嘅洗手間，我哋可以感受到佢乾濕分離，甚至係佢而家睇到嘅一個空間位置啦。再過翻嚟咧就係休息嘅區位，呢一面咧可以做一排到頂嘅衣櫃，同樣係3邊落床位，一面嘅大玻璃窗啦。成個戶型嚟講咧，方方正正，2間大客房以及客廳都係朝南以及係望花園睇泳池嘅。喺成個珠海市100萬以內能夠擁有咁樣嘅超高得房率，以及咧係新規嘅產品，帶泳池同埋會所，實屬係難見。有興趣嘅朋友評論區留言啦，發資料俾你。